2009年，台湾发生一件连续杀人案，3场的保单，3条的人命。让人想袂到的是，凶手是一个弱女子，为着要还2000万的缴销，医生来投保，然后杀人，甲妈妈大家甲翁婿前后来杀害。当时这个案件震惊社会，红讲伊是惊世新妇。 伊是女性死刑犯林武如，伊的杀人犯行连续夺走妈妈、大家甲翁婿性命，整个过程拢无共犯，家己一个人完成这场夺命赌。因为虾米会对三名至亲下手咧？这一切拢是对伊欠2000万的债务，甲一张的保单开始。 2008年9月，医生替妈妈投保1个月了后，伊倒来台南的后头厝，甲妈妈为着债务发生口角，对背后亲手将妈妈杀落楼。被告他是在楼梯2楼楼梯把他母亲推下来，他母亲就是颅内出血死亡。因大兄是咧怀疑讲用电子棒甲电啊，从互杀后推。妈妈死后1个月尾，林武如就摕到500万的保险金，煞来佫替大家翁婿投保1500多万。 然后找机会伫饭菜内面下药啊，互大家住院，才佫找机会对这大肠内面有注入剧毒的农药，致使大家死亡。更加恐怖是，伊连翁婿刘武航，伊嘛用同款的手法，互翁婿2次住院。第一次无得手，但是第2次也是成功谋杀翁婿。这时阵出现了破案的关键人物。 为什么这一个还没有下来？为什么家里又在办3次的嘞？然后总公司觉得说这个死者一定有可疑的。为什么一个厝内一直咧办丧事？保险公司报案了后，才压开这惊世新妇林武如冷血残酷的谋杀计划。另外一个关键是，当时看到林武如伫大堂动骹手的护理师，伊主动将可疑的囡仔留落来，就安尼，互案情一个现光。 你再跟他在一起！你们可怜啊！一个这么嘛也不担心呢。想到太太甲唯一的后生，互新妇谋害，留下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法律会当还予受害家属一个公道。我们家就2条人命了，这样对我们来讲也很伤害啊。 有替受害的家属想一下吗？我爸爸年纪也大了呢，孙子都没了。2012年5月第一次判决，判着3条人命的林武如被判人的无期徒刑，一个死刑。到高等法院又搁将死刑改判做无期徒刑，但是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，2013年6月最后判决驳回上诉，死刑定案。 本院驳回上诉人林怡如的上诉，是维持死刑及有期徒刑8年6月之判决。根据甲方的透露，林武如的心情其实长期以来拢无啥稳定，唯一甲有接触的只剩律师林志忠。我是认为他求生的意志非常旺盛，认为就是说死刑判决对他并不是很公平，所以他还是希望说我们律师能够。 尽量帮他的忙，来帮助他，看能不能有这个翻案的机会。我去接见他说，他的境况是他的经济状况可能很不好了，希望他能够下工厂，能够赚取零用金。我有安慰他，我希望就是说，你就好好的服刑。那关于这一部分呢，我会努力。 林武如犯了连续杀人案，想要重启调查，无遐尼容易，留予被害人家属更加是无法度消除的伤痛。